珍珠鏈都有得賣，金字毛巾，睇啲咁做到勁似咯。係有剔力嘅，可以自己撳，唔錯。難得有商場，多到你唔想食嘅蜜柑。呢間超市好正，好多款式甜品揀，搞唔掂。Good Taste 仲要播綠黃色，做緊一個 Black Friday 嘅 sale， 仲有得退稅添，就一眼睇晒。好在啲飲啊、紙巾啊嗰啲，廁所咁樣咯，門口都有好多位剩嘅，開到 keep 咁樣完。有 budget 可以揀好啲嘅酒店。哇！都係搖搖凳咁樣揈我上去，藍青嘅物體。紅葉啊！下面你見到有人行啊，勁恐怖。我唔記得講呢度唔好着裙。之後要再行多少少路上去。係咯，我想象中大呢度都。都係要除鞋先入得啦。有得體驗攞起支槍，幾好啊！有呢啲 corner 體驗下。原來攞嚟裝衫用，古代圖案。笑死！呢度仲有得 cosplay。周圍都有呢個橙汁水龍頭。
所入面幾好，有啲唔使錢嘅導遊。係要上車㗎，Oh my God！獨八千代，好誇張，好高級！有人幫我推行李，跟住又幫你拉凳俾你坐，好誇張！一出 lift 後有人接你咯，勁恐怖！玄關位勁闊啦，跟住呢度就衣櫃。咁一入去咧就係個廳啦，咁係和式嘅設計。住到呢度朝頭早早餐咧，勁恐怖！佢話夠時間，你揀咗嗰個時間到咗咧，就會有人嘟張卡自己爆入嚟噶啦，所以準時起身要。跟住呢個 corner 都係乜都有啊，茶啊嗰啲啦，跟住免費嘅水。哇！呢度真係唔知可以瞓10幾條友都得，呢度任你碌。廁所洗 pat pat，梳妝位，大癲用雪肌精，大癲洗到塊面都爛啊！今日要超高級。去到呢個浴室。佢呢間嘢專用 cos 嘅嘢嚟嘅喎，浸溫泉嘅地方。靚喎！呢度全部都係紅葉啦，已經。就係飲勁多蜜柑、勁多款蜜柑嘅地方。超平啊！今次毛巾咁大條都係330。傳說中有一個巢嘅羅記，所以唔開燈個 L。可惜去唔到。得免費浸腳。道後溫泉嘅別館。夜媽媽梗係要去呢度業務 super。大癲啲嘢飲，未年稅嗰陣唔使100yen。道後溫泉附近呢，有得免費足浴，不過要行斜路。又行完樓梯，喘晒。
有個應該係米高斯嘅物體擺咗喺個走廊。唔知點落返去啦又。星期六日嘅波站列車啊，係會行駛嘅，但係未遇到，要另外俾錢，嗰張 JR Pass 係唔包。網絡都試正嘅。紅沙真係冇乜紅葉。好似有捉人出去冒險，笑死冇人肯出。夜間 line up 嘅船飛咧，要好早就網上預約定，咁咪就買唔到。佢平日嘅船飛都可以網上預約嘅，咁就包有位。電話すわ。写真いっぱい。すごい時間差あるよね。自体がなんかね。皆様ね、左の橋のね、今日大騒ぎです。大騒ぎ。ビデオさんちゃん作ってますからね、もう住み込んでますよ。道歩きました？リズリン公園で一日遊んでるね。ねえ、絶対ちょっと猫背っぽく見える。こっちだけ。方向けになんか英語で説明されてる方いらっしゃったんですけど。ああ、おりますよ。菊月亭に然後又要買車飛。はい、すみません。唉，冇乜嘢好食，勁細。
入咗閘咧就得呢間免稅店，